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市役所是日本时代行政官署的建筑，各地整修装潢，保留着建筑本地外壳，那内部打造做欧式风格艺文餐饮的空间，重新来开幕，为100年的旧建筑注入着新生命。自然的光线透过古典的窗仔门，或者空间散发出宁静的气氛。这是台中市役所经过冬外整修，保留历史建筑的原始外观，重新搁开放营运啊。在1楼有阅读、共读跟艺文展演的空间，那么在2楼，他们弄一个北艺意式餐厅。台中市役所是有112年历史的日本时代行政官署的建筑，2022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后，作为文化局特点的场馆，后来开放对外经营。这摆经营团队开2000万去改造，将1楼规划做艺文空间，2楼是餐厅。未来串联附近的官舍，会让这个旧城区搁展现风华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